大家好吼，我是品志，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台湾文学欣赏会。真欢喜，咱有北美洲、欧洲、台湾的乡亲来参加，有全世界关心台湾文化的朋友吼，同齐伫空中连线。这个论坛自今年1月开始，逐礼拜六拢有伫线顶会议，主题拢无共。比如讲教育啦，讲科技，讲艺术，嘛讲文学。这个文学欣赏会，逐摆会邀请文学作家、研究者、评论者来开讲，嘛固定有几若位的台湾通信的先辈会来现场。阁有即个台语广播局的配音老师啦，来做声音的演出，念作品互大家欣赏。真正足感谢大家一年来热心甲咱支持。即回迄个欣赏会，文学欣赏会主题是台语文学甲戏剧改编。今仔日节目隆重分做3个部分。第一段呢，咱是会邀请剧场界黄导演黄志凯来讲文学甲迄个戏剧改编的故事，阁有台语编剧的美感。第二段的节目呢，是咱文学单位讲即个新的 podcast。会演出单位老师的小说《乡书宝记》内底的迄个选段。第三段的节目呢，是咱黄导演甲单位老师作家本人来对谈评论《乡书宝记》甲台语文学改编做戏出的可能性。这三段的节目一定是世界级的精彩啦。3位来宾嘛是世界级的，即马就来介绍一下。咱头一位黄志凯黄导演，即马人伫台湾。伊是故事工厂的创办人，兼艺术总监。咱现场的朋友可能有人捌去因的戏团看因做的戏。过来就是黄导演伊嘛有做编剧。除了原创的戏剧以外，伊嘛有做改编。一寡下届看这个作品，用台湾的乡土历史文学来做题材。像讲我看有讲伊有做迄个王庆龄老师王庆龄老师写的日本时代家己梅山的爱情故事一夜新娘，甲编做舞台剧，阁有甲洪胜夫老师写的50年代歌仔戏班的小说关系即个歌仔戏戏班的困境的小说线戏编做，阁有另外一个作品施碧俊老师写的一个小说是。抗日这可能较等迄个甲伊介绍较准啦，因为我有诶我嘛无足了解，就有编做即个棉花园诶歌仔戏诶作品啦，所以创作嘛真济毋是甲导演嘛有编剧，所以咱真正足欢喜会当邀请伊来主讲。咱是毋是先请黄导演简单讲几句话，甲大家拍一个招呼？咱即个社团诶各位先辈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志凯坦白讲，即届有机会来即个社团来分享我家己诶创作来分享即个我对文学甲改编做戏剧诶一寡家己诶理念其实我是足欢喜诶嘛，小可足紧张诶因为坦白讲，其实我是为阮囝出世了后，才开始认真来学台语诶其实迄是有一届机缘，就是讲。我要甲明华园来合作做一出歌仔戏跨界作品的时阵，我想讲歌仔戏细汉时阵就咧听，台语厝内底就咧讲但是真正要开会的时阵要用台语来表达家己的理念时，发现讲我一句安尼讲袂煞啦毋知影想着话头话尾韵，毋知影要安怎接落去就开始转来开始想讲原来其实咱即个的即个少年辈其实对即个台语是坦白讲是小可叫生疏啦，所以讲。为阮囝出世了后，就想讲应该认真来学啦。所以我就家己为即个网络来找资料是讲时代咧开讲的时阵，就咧边咧听呢我即摆的态度是讲，阮将咱祖先的即个智慧一字一字、一句一句捡倒转来而且我家己咧写剧本的时阵，坦白讲，我一开始我是用华语来思考，华语来写写完了后，再请另外一个老师来帮我来小改一下。但是后来发现讲你真正要写一个剧本的时阵你要入去即个角色伊的头壳内底，用即个角色伊来思考，
所以若是即个角色伊是讲台语的，伊是台语的环境来成长的，你就爱用台语来思考。这是我最近就是即几年就是足拍拼、足认真学的。所以等若是表现得无好，一寡音了走去啊，大家请多多包涵，多多指教。多谢黄导演吼，相信今仔日迄个分享一定足精彩。啊，过来第二位，咱即回对谈人吼，是咱重量级的作家啦，住伫加拿大陈雷先生，啊有读台文作品的人，应该拢真足熟悉吼。啊，迄个陈雷老师的创作嘛真多元，有写歌诗，有散文，有短篇的故事，有短篇故事，有长篇的小说。啊，今仔日要来欣赏吼，即本即个《乡树宝记》吼，我想应该嘛是足侪人有读过。啊，是台湾的，即本就是台湾头一波吼，用平埔族西拉雅人做中心的一个历史大河小说。啊，迄个陈瑞老师吼，伊嘛有写台语的剧本吼。1996年出版一本陈瑞台湾话戏剧选集吼。啊，相信较顶下对谈会足精彩吼。啊，咱即摆先请陈瑞先生甲大家讲几句话。大家好吼，黄导演好，第一摆甲黄导演见面吼，我想我是原来算做故事工中的一个成员啦吼，因为我原来拢咧制作故事啦吼，不过我是干一支笔一张纸安尼尔啦吼，所以我的家私可能甲黄导演呢会较无遐充足啦吼。今仔日我相信我会当为黄导演学到足侪物件，我想要学的物件，因为我从早就对戏剧有趣味但是我主要是感觉讲戏剧受这个舞台限制我要讲的故事走天入地有迄个限制，所以我无搁继续就写去若有写拢是为着台语文运动咧写的用来做这个宣传台语文的工具啦所以我相信今仔我会当为这个黄导演甲阿关这个实在的这个，伊嘛是第一回制作这个 podcast 啦真勇敢我今仔一定会当学到真侪多谢。谢陈瑞老师。啊，过来咱第三位是老台语叙述台语社的阿关，伊伫欧洲的叙述甲咱连线。老台语叙述台语社主办足侪迄个线顶的活动啦、读册会啦，因就办一个陈瑞台语文学读册会。了后因就招一群人做伙要来创即个文学陈瑞讲的 podcast 网络节目互搁较侪人。会当亲近台语文学今仔日因就会来分享因做的第一回作品，互大家欣赏敢会当请阿关来讲几句话。大家平安今日真正足欢喜，黄导演会当来甲咱分享多谢陈瑞老师做遐侪好的作品阮想要讲的拢伫咱的 podcast 内底，咱会请大家多多指教，多谢。多谢阿关因录这个节目足精彩，是陈瑞老师的作品因嘛开足侪时间了足侪精神去做内底内容配音再较顶下会放互大家听现场咱阁有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共同发起人，嘛是咱台文通信的创办人陈良光先生，阁有几若位的台文通信的先辈前总编辑苏正贤先生张秀婉女士，阁有现主持的台文通信网报的总编辑李光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老师，安尼其实足侪人来无法度大家拢介绍着，安尼是毋是请梁光兄做代表，甲大家简单讲几句话？真多谢品质筹备即种遮尔精彩的节目会记得咱年初还是顶年尾咱开始伫遮咧讲咱是毋是来办一个台湾文学欣赏会今仔日已经第12回啦即回我感觉我特别期待啦因为咱有要讲到即个台湾文学的写作含即个免甲伊变做戏剧免甚至讲免展现伫无共款的即个较多元的媒体的顶头来表现啦
我不见了。上深的就是我读去本妹北天小说哈，这我是30年前去接触到的啦哈。啊，伊用这拢手稿啦哈，这用手稿寄互我。啊，第一篇吼，伊收哩即本这用手写的手稿的顶头第一篇吼，当然你毋知佫会记得来袂啦哈。你第一篇你是写做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啦，哈。啊，我想即个下一个阶段吼，差不多30档啊，慢慢啊，即摆开始要成熟啊啦，哈。因为迄当你伫即篇文章内面，你写讲，当然文学的创作上主要的开始就是讲作家的本身，你也有足对即个社会的事件，也是讲对社会环境有足强的即个感受力。啊，第二条件就是讲，你要用什么款的文字来表现，吼，才会当去互读者来欣赏，吼。迄当时你写即篇的时阵，第一遍刊的是1986刊伫台湾《公论报》，迄当时我想用会晓读台文的人真正会少，即摆听到今仔日即个黄导演伊咧讲伊5当前，伊开始佫甲台语佫跳转来，所以咱检采咱的台湾文学诶过去拢是讲咱生活的语言是台语，毋过呢创作的语言和欣赏的语言是外语。是日语还是日文还是中文期待讲咱即摆新的一代的这个文学人这个文学的这个戏剧的创作者因家己安尼觉醒了后，咱是毋是讲咱台湾文学会当正常化，会当讲含咱生活的语言，含创作的语言会当一致多谢大家。多谢梁光遐吼。我知影咱逐摆吼现场拢有足侪老师啊、先进啊，关心台湾文化的朋友会来吼，无法度一个拢介绍着。较等咱有交流的时间，请毋免说你吼，开你的麦克来甲大家开讲。边仔嘛有即个文字开讲区吼，随时会当伫遐留话。煞来咱就正式开始今仔日的节目的第一趴的演讲吼。进着甲时间交互黄导演，请大家呼较声吼，甲水落去。好，感谢大家就由我先开始因为我知影可能各位对台湾的即摆的剧场舞台剧较无一定讲大家拢真了解啦，所以我先简单介绍我最近有几个即个作品要来发表我即摆我较早是缀我的文书李国修老师伊缀伫身躯边伊咧学师我缀11档后来伊过身了后因为阮嘛袂晓别项啦，就继续做戏啦。阮就创立一个剧团做是故事工厂。这是我最近伫咧后礼拜伫咧台北的城市舞台要演出这是近期是台湾非常出名的一出电视剧做《咱与恶的距离》但是我即摆要做的是全民公投的剧场版，就是大家会使用投票来决定即个角色的命运但是我就是讲原本是想要招大家来看戏，但是我发现讲大家敢若有咧美国的有咧瑞士的敢咧台湾的人敢若佫较少但是你若有咧台湾欢迎大家来看戏伊这个是其实是非常的即个趣味再过来，这是我明年的这个4月会伫咧高雄的卫武营，我做一出新的戏这一个公务员的意外死亡煞来是即马若是有人有咧订即个 Disney Plus 有无？即个新的即个 OTT 平台Disney Plus 内底有一出戏这明晚空中见明仔暗空中见这是我家己写的剧本咱倒手边看到是即个即个连续剧的版本正手边咱所看到是舞台剧的版本这是我最近大家会使伫即几个所在才看到我的作品煞来。就来回应一个拄则迄单位老师讲其实咱即个小说会使有真侪创意，但是你舞台顶要安怎来呈现，你有受限嘛，有真侪限制嘛但是我是一个即个想空想芳想有诶无诶人所以咧，这个是我伫咧今年诶3月时阵，伫咧明华园受到即个台湾戏剧中心诶邀请，一个期间诶计划
来做一个甲台湾有关的即个历史的故事吼，我就选即个题材，这是海贼之王郑芝龙传奇吼，因为即个人对台湾了解是为郑成功开始，但是大家毋知影因老爸吼对台湾的开发吼是一个非常有重要贡献的人吼。啊，一个舞台顶大家看到，因为即马吼今日我无传即个影片啦，但是咱会使为即个海报吼，你看到舞台顶吼，真正是有存的哦。咱即个基建的计划吼，舞台顶真正是有基建的，足大只的船啦吼。所以讲，不管是即个飞天撞地啦吼，即摆舞台的即个技术吼，拢真一直咧进步吼，一直咧进步吼。所以，等下我嘛会分享我几个作品，但是我场面无遐大啦吼。但是咧看到讲，咱即个舞台其实有足侪方式，会使将咱的即个创意吼来互观众来感受到吼无共款的即个场面吼。啊，这是我这是我旧年吼做一个作品，有这再见歌听小吼，吼啊，这是拄则咧品质有讲到的吼，啊，从这个施伯准老师的这个小说吼，原本的名字是小鸟啦，啊，讲的是这个抗日的遗书或者林小鸟的故事，我改做这个劫鸟哦，劫鸟，讲是这个台湾抗日的这个故事吼，这个传奇的人物。好，即马开始来讲我家己的理解，就是什么是文学吼。但是现场有即个前辈啦，所以咱等下是拄仔讲无好吼，当然老师吼，莫甲我拍尻川吼，你要帮我来补充一下吼，这是我家己个人的即个理解啦吼。什么是文学吼？文化对我来讲，就是以文字来表现艺术的创作形式吼。咱用即个题材来区分吼，会使分做即个诗歌、吼散文、小说甲戏剧吼。戏剧其实伫咧咱现代吼，常常大家咧讨论这文学时阵，会将即个戏剧毋知影讲啊是算伫文学内底也无吼。但是咧古早吼，咱不管是即个为即个明朝即个传奇啦，也是讲即个北京戏真戏啦吼，这拢是文学。甚至讲这外国的即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吼。莎士比亚伊写的即个戏吼，你真正看伊的即个口碑吼，其实伊拢是会倒句的，有押韵的，吼，所以其实即个戏剧是算一个文学内底，但是大家定定会袂记吼，会感觉讲敢若有即个散文、小说甲诗歌吼，当作是文学，其实戏剧嘛是，其他嘛有即个报道文学、吼历史文学、吼传奇文学、吼网络文学，甲有其他吼，这文学其实伊有即个物件是会使算伫内底啊。比如讲，咱讲这传奇文学，即个司马迁，伊的史记其实就是一个伊写的字吼啊，伊用的词吼，其实会使互别人咧看伊的即个故事的时阵，会使感受到即个画面吼，甲即个角色伊的内心的感受吼，这就是文学的表达方式之一。好，接下来，什么是戏剧吼？这是我的文书李国修老师吼，伊的看法吼。戏剧伊是安尼讲的，伊讲戏就是扮演，剧就是故事，戏剧就是伫咧虚构的故事内底，角色真实佮真正的扮演。咱定来讲一句话，这个安怎讲？做戏的是空的，看戏是戆的嘛。哦，就是讲。明明舞台顶就无代志吼，咱知影讲啊，舞台顶这人咧死，啊，这假是无可能真正死的，两个人咧相拍，两个人咧离婚，哦，两个人咧冤家，迄拢是假嘛。所以讲做戏敢若空的，但是看戏是搁较戆，因为咱拢知影舞台顶是假的，咱看戏嘛是会哭，嘛是会感动，嘛是会有心，你心内底有即个情绪，会来产生。哦，所以讲这是咱一个敢若观众。吼，甲即个舞台顶的演员，敢有一个默契，吼，就是讲，咱伫咧剧场内底，咱看的时阵，咱就是一种心态，就是咱相信舞台顶所发生的一切，拢是真实的，吼。啊，续来这第二点是一个英国的即个足出名的导演，吼，即个 Peter Brook， 伊对剧场的定义是讲，一个人伫咧他人的注视之下，行过一个空间，这就是一出戏啊。吼，剧场吼有4个元素，吼4个元素。第一是文本，就是故事，吼故事。第二是表演者，
第三是舞台空间，第四就是观众。吼，啊，这个舞台剧吼，咱过去叫新剧吼，这舞台剧甲其他的这个艺术吼，上大的差别是安怎？就是要有观众。吼，我定定咧甲大家甲我的朋友吼，甲演员咧分享就是讲，咱小说吼，当这个小说家、文学家，伊写完上尾一个字，这个作品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画家，伊咧画一幅图，伊画完上尾一笔，这个作品嘛完成了。但是一出戏吼，编剧写完，导演排戏，甲演员排完，吼，彩排拢排完啦。若是观众无入场来看戏，这就毋是一个作品。所以观众吼，这是这个舞台剧内底上重要的元素之一。吼，上重要元素之一。吼，这是甲其他作品无共款，无演出就无这个作品。吼，拄则讲的是这个咱现代戏剧吼，啊传统的戏剧吼，这是我较早咧读台戏剧系迄个林一个教授伊的看是安尼讲，戏剧就是合歌舞以演故事。有歌有舞有故事，吼！咱做现代戏剧的现代剧的吼，无一定爱有歌，无一定爱跳舞。但是咱看这个咱传统的这戏剧内底一定有歌有舞的，吼！啊，戏剧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是啥？就是冲突，就冲突吼。哇！是的，我继续讲吼。吼，戏剧内底上重要的元素就是冲突吼。比如讲，咱伫咧路边看到两个人伫咧冤家，咱会讲啥？哎，来，大家来看戏，伊两个咧冤家咧相拍吼。所以冲突是一个戏剧内底上重要一个元素吼。但是你看吼，咱若是看一篇文章吼，也是讲诗哦，现代诗，无一定内底要有冲突，无一定内底人咧相拍相冤。哦，但是你戏剧内底，你若是人甲人之间的关系足和谐的，吼，人甲人之间无冲突，安尼就无参与一出戏啊。哦，观众无想要看。哦，啊，戏剧是安怎构成呢？哦，是安尼。详细即个一点就是差异。吼，比如讲，我是台北人，哦，你是下港人，阮所住的所在就有差异。差异就是会构成即个矛盾，吼矛盾，吼你下港人，吼你台南人，你食物件你爱食较甜的，吼煮啥物菜咱掺较甜的，吼有即款佫会掺糖，咱两个就会矛盾嘛。矛盾了后，咱两个会安怎？会冲突，吼安尼咱两个要带做伙无？啊煮食的时阵你要煮较甜，我无爱食较甜，安尼要安怎？啊有冲突了后，就会构成即个争执，吼一个争执。2段争执、3段争执，咱甲斗起来就变成一个故事啊，就变成一个故事啊。所以这戏剧是安尼来产生的，安尼来产生的。好，刷来文学甲戏剧吼，伊的表现的差别伫咧度吼。文学是用即个文字来互观者，就是读者来理解，吼，用文字来互观者来理解。用比喻来形容你内心的感受，用比喻的方式。但是戏剧无法度，吼，戏剧是咱是用即个角色行动、甲舞台画面来叙事，就是来讲故事，吼，以即个肢体甲语言来传达你的情感，吼。啊，过来是上重要，佫有一个就是用即个语在言外的声音的表情，吼，都是咱。用阮的话来讲，就是华语来讲是潜台词啦。潜台词是讲你话吼，毋通干那听别人讲出来话，爱听迄个话尾，就是人还未讲出来迄一半，迄才是重点，迄才是重点。所以咱咧排戏的时阵，毋是讲你即句话是安怎讲，是讲你到底你要表达的是啥物物件？吼，我爱你，我恨你，有100种的讲法。哦，啊，每一种讲法会互观众无共款的感受。哦，好，接下来咱来看一段，就是即个线戏，拄则品就有介绍，这是过去咱的我国中的时阵的课本内底有一篇啦，吼，这线戏，吼线戏，啊是翁新夫老师所写的。啊，因为伊是用伊应该是用华语来写的啦，
吼，啊，就大家就是小看一下，我大概小读一下吼，啊，就小影一，伊重点是我等下咧放就是我做诶即个戏吼，甲即个小说咱来比较一下吼，看这差别吼。啊，即个小说大概是讲这讲抗年代吼，台湾迄当阵就是歌仔戏班吼，哦，直慢慢无人要看，愈来愈稀微啊，所以讲直要散班啊嘛，吼，迄个团吼，这玉山歌剧团吼，伊直要散班啊。啊，即段戏是讲，因有一届吼，伫咧庙会甲别人咧拼对台啦，吼拼对台，吼。啊，你看吼，即个伊讲即个有两个伊迄个所在吼，暗场有两个班吼，哦，有灯光啦，吼歌舞啦，吼，啊，逐个拢要去看遐，看即个布袋戏特技节目吼，啊，看空乐队啦，玉山遮就无人要来看吼。啊，金发伯就是伊的即个团长吼。啊，伫我改编的时阵，因为我这是甲明华园来合作，明华园吼，即个上大咖是孙翠凤啊，伊是查某的，所以讲我伫咧改编的时阵吼，我的团主咧换团换班呢，吼是孙翠凤老师，但是我嘛有金发伯即个角色，伊角色就是我甲改编做伊是来讲戏路的，但是换团的嘛是孙翠凤老师吼，啊伊即个原作吼，即个洪秀老师的原作，这是团主就是金发伯吼。叫爸就是讲，伊看到观众拢无要来看吼，毋知要安怎，就找一个囡仔吼，去迄个柑仔店买烧酒，来咧啉烧酒吼。啊，内底女主角就秀杰吼，秀杰就咧后台咧食薰啊啦。后就讲无法度啊啦，你甲我唱吼，你唱啊，你的歌比因搁较好，就是讲咱边仔的歌舞团咧唱流行歌、现代歌，啊，无人要看传统的即个歌仔戏。我就无法度啊，就想讲无安尼甲伊拼好啊啦，就是伊放弃家己的即个传统，放弃家己做歌仔戏演员即个尊严，哦，就个讲唱啥，唱流行歌啦，哦，伊都足惊吓的，佫问一遍吼，唱啥？唱流行歌，哦，后来伊就佫问讲金发伯讲，你真正要爱我唱？金发伯就讲，我叫你唱就唱，你啰嗦啥？伊就开始唱嘛吼。啊，这个歌大家拢知影的，骊山有位姑娘叫那达，吼，她有两个眼睛，水啊水汪汪，吼，啊开始大家活过头来看讲，那摇咧，那死死也袂叮当，啊既然要唱这种歌，就要摇咧啊，吼，就开始摇啊，摇来摇去时阵，大家发现讲足好笑的，一个乐辉啊，陈正甲，那会开始这个唱流行歌，这不得不亲嘛，吼，哦，大家就甲叽嘟嘟啊，吼。大家即个边的人吼，甚至讲咧歌舞团的人吼，都围过来吼，就学伊唱歌甲口说，这手机就开始开始哭啊吼，咧目屎若像咧雨咧滴共款吼。你看伊会讲即个，伊讲伊的身躯敢若毋是家己的啦吼，想要赶紧落台啦吼。好，咱即摆来看即段就是讲，拄则咱讲的即段小说内底即个画面吼，来，我先甲即个清华一下。好，咱即摆应该，大家敢听我讲话，稍等一下。好，会使吼。好，咱拄则看即个小说吼，伊是讲即个拍对台嘛。拍对咱知影讲哦，即边是即个歌仔戏班，另外一边是即个歌舞团。但是咧舞台顶，咱要安怎做？上简单的做法就是讲，咱将即个舞台顶舞台，咱破做两半，一半是歌舞团，一半是即个歌仔戏。但是我感觉安尼做吼，伤过普通啊。所以我想到一个做法，就是咱用即个会使西吼，做一个旋转的即个舞台吼，会使360度哦，咧舞台顶哦，咧念面互大家看到正面，背面咱西过来时阵就看到即个歌舞团。观众咧看戏的时阵，吼，伊的即个伊即个画面吼，冲突会搁较大，吼，咱小看一段。敢有声音？声哦。
为什么都叫乌龟鬼景啊呢？阿弟，小早时候做大水的时阵，观众一定转来。啊，主席啊，最近加袂叮当呢，哈？哦，为什么？最近有人动下手啦。最近加袂叮当，俺都无爱顾阮后果，大弟下无再变来呐！哎呦！我得压水机啊啦，压水机，俺叫阿仔笑死。啊，主席啊，啊，丢就笑啊啦，无要安怎？紧过来准备啊！哎呦，4:3，写出席，咱来晚婚拜堂啊！拜堂呀呸！我少少暂停一下吼，就是讲咱过去的舞台剧吼，伫咧换布景的时阵，拢是暗场，吼，就是咱灯光拢暗落来吼，安尼来换布景吼。但是这戏较特别的是讲，咱的换景嘛是演出的一部分，换景嘛是演出的一部分，所以观众咧看换景的时阵，其实嘛是咧欣赏吼。咱继续来看落去。我哪可能带一粒粉布为妻看点？4:3，这真是太过分了，你是导不出我将重心，大犯不了。我要互你知影我的厉害，但大海无量。莫无水叫变水鸡，我要来知啦！你这中原人真是空嘴无齿，爱互你一个教死来！阿兰，你讲话，啊，拢无观众在讲相声啦。结果啦，落去。你来甲我唱，你的歌比较好，要唱啥？唱流行歌。哈？你甲我唱，观众甲我笑得来，输人毋输阵。唱流行歌？主席啊，真正要唱流行歌？啊，主席啊！叫你唱你就唱，啰嗦啥？走落去！啊，主席啊！走来！无啦！叫我唱我到，我到两个的嘴，水龙光，你抱我披成袍，你跑到真相高呀。就你嘛，你还在我上睡觉，唱的离山出情话，好搞好笑的啊！咱唱的要变成高声，来，咱来陪唱唱较大声的哦。处处都是用那个小小有一天，去那个春来有一年，山上买个唱啊，买个唱啊，买个唱啊，买个唱啊！叫你唱你就唱，你嫌啰嗦啥？
可惜了。啊，真正，太棒了。那小雅啦，哦，咱先看到遮吼。哦，就是大家，稍等下，咱个有叮当。好，大家应该拄则应该有看到，咱就这个舞台吼，一个旋转的西舞台吼，咱念伊头前，吼，头前是歌舞团，吼，西过来后壁，吼变做是这个歌仔戏班，啊，搁第二届搁西过来时阵，后壁变后台啊，就是讲，咱即马就是吼，咱做舞台剧就是无法度参像电影共款吼，电影用剪接的方式，你即个布景吼，你免布景，伊是跳来跳去，变来变去。但是咱舞台顶无法度安尼做，所以咱就爱想一寡创意，来将咱的即个每一场，咱的即个即个场景，咱布景，甲伊即个斗做伙吼。哦，这是我一个即个线戏内底吼所做的即个，我感觉足趣味的一段啦吼。好，来咱来继续来讲落去吼，安尼讲。好，咱讲吼。好，即马来分享讲啥物是改编吼，啥物是改编吼。哦，这是我找着一张足趣味的图吼，就是讲一个风景。哦，咱若是摕一个景，哦，安尼敢咱景中央哦，你会使讲这是一张相片，安尼敢是改编？意思讲，若是即马有即个10集的连续剧，咱若是甲就是咱甲缩短吼，甲10集的连续剧缩做变一集，安尼敢算做是改编？安尼甲算做是改编？或者改编毋是干那讲长变成短，还是短变成长？哦，你要有3个元素吼，就是我即马所讲的，即个有距离、角度，和爱新的元素，哦，这3项，哦，我的想法是安尼吼，距离会形成角度，角度会形成观点，哦，这大家拢知影这是倒位，这是玉山吼，玉山，哦，但是这是玉山的主峰，哦，主峰伫看出去的风景是安尼，但是大家了解有玉山吼。较接看到是即个角度，即个角度是纬度翕过去的，是伫咧玉山的迄个北方，就是咱即马即个银票吼，新台票即个1000块顶悬的玉山，其实毋是咧玉山翕的，伊是伫咧玉山的北方翕过去的。哦，这就是即个，咱会使甲即个玉山吼，伊的主峰当作是原本的作品。但是为玉山的北方看过去，这个角度，这就是改编，这就是改编。哦，我是用一个这张相吼来做一个比喻。哦，再来是爱有新的元素，会产生质变。看到吼，所以就是讲，咱来改编的时阵吼，这个角度吼有3种，哦，第一种是直接的角度，第二种是相对的角度。第3种是疏离的角度，哦，这什么意思？我讲一个足简单的例，吼，比如讲，咱即马原本的这个原作是白雪公主，哦，白雪公主，哦，这大人囡仔拢知影这个故事。啊，直接的角度是安怎？就是讲，我甲原作的角度是共款，就是将白雪公主当作是主角，哦。那我今日我来做改编，我会使用这直接的角度，嘛会使用相对的角度，就是讲。相对这个白雪公主，伊的对手是啥物人？风萧嘛，哦，风萧摕一个有毒的苹果，我要甲害死。我敢袂使写一个故事，是为这个风萧的相对的角度来写的。哦，你会使写这风萧，伊内心吼，伊可能有伊的委屈嘛。哦，咱讲这个可怜之人，伊必有可恶之处嘛。
但是这可恶之人，伊无的确伊嘛有这个可怜之处。啊，搁再来讲，什么是疏离的角度？这就是咱的创意，会使发挥的所在，我现在讲，咱用这个故事内底，一个真小的角色来发挥。譬如讲，咱敢袂使用这个白马王子，伊所骑的迄只马，敢袂使用这只马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迄互大家来看这个戏的时阵，伊会感觉足趣味的。伊从来毋捌想过用这种角度来讲这个故事。所来，我过来分享我另外一个作品，这嘛是用这个将一本小说就是拄则品志有介绍的中正大学的王庆林王教授伊所写的这个嘉义梅山的故事一夜新娘，这是因妈妈真人真事来改编的。讲的是因妈妈当初是爱着一个学校的老师，迄当阵的学校是毋是足正式的学校是这个国语讲习所，因为迄当阵是日本时代，所以大家爱去学国语，伊爱着家己的老师。后来这老师咧，互日本人叫去南洋做兵啦，这是非常的即种互人看了非常的感动，足毋甘的一个爱情故事。我先看一个，咱会准备的这 CF， 小看一下。人生就参像花开花谢，花若离去，都要相同。不过无歹，嘛是有开一摆啦。你想想看啊，你大喜的日子，盖着红色的头巾，坐在床边，等着新郎来的时候，你别话来，你这个妖怪！讲啥话啊你啊？哎呦喂啊！你甲我的故事讲到敢若在半世间前哦。后来发生的代志，甲你想的无共。妹都负责天，我读过是请脸拍一遍，我去你可乐真拍文件，是你们写。你讲啥？我听无。这个樱花呢，叫读做sakura ko。嗨。以前我惊别人知影咱的代志，但是今嘛我干那惊咱两个人袂用咧做伙，我就先煞甲你送水来啦。君と同じ名前で桜子という。桜子。在这里别跟你敷衍了，来呀，来呀！軍部に君を推薦した。国語台湾武漢部に精通し、体格もいい。軍は君のような人材が必要だ。这世人，我欠你两摆。后世人，我才阁欠你。你甲我惊了没有？我都爱生存，去甲你分。等你回来吼，才替你两个办喜酒。为什个人，拢欢欢喜喜来看我见小囝？话蕊较歹，嘛爱开一摆，哈。好，咱继续来读一段这个《伊也新娘》内底一个算上精彩的部分这段大概是咧讲这个主角Sakura Ko
人吼，真条要去，咱每一刻山山水水全被挤扁了，花草树木歪了，哦，每一张熟悉脸都变形了，哦，脱了样。但是在舞台顶，你无法度走嘛？你怎么把舞台上的这每一刻山山水水全挤扁？这是演不出来，这无法度走的，哦，演不出来的，哦，过来哈。伊讲沙库行在头前，哦，求胜伊保护徛咧后壁，两个人隔足远的，慢慢啊行，慢慢啊行吼。伊要向这个宇宙来抢时间，向洪荒来救空间吼。这个也没办法演啊，无法度做啊。宇宙抢时间，洪荒借空间，这舞台顶无法度演的吼，无法度演的吼。但是这是伊家己来来形容伊心内底感受，就是讲明仔载伊就要去做兵啦。伊就要去赴死啊，毋知会转来啊无？上尾一暝啊，伊无机会，无时间啊，过来，你讲啊，不管遐济啦，敢若剩阴霾嘛，敢若阴霾嘛，无机会啊，大家小影一下啦，你看伊讲，因两个人手牵手，行向即个望风亭边的顶拿，这是一个叫隐秘的所在无月的即个暗暝你看，天顶是一个真温柔的丝绸这台语足歹读的中啊翘起来，边四角个垂落来缀着金黄的流苏，亲像这新娘啊，伊盖伫咧头壳顶迄块布Sakurako， 我的 Sakurako， 求胜的叫伊名字你看，你像这个我讲拄则这个什么四个边角垂下来像金黄流苏，这个拢无法度咧舞台顶做的啦过去的这个昔日的矜持，像花蕊含苞的娇羞，这个都没有办法在舞台上，无法度伫咧舞台顶来呈现的你看这文字其实足水的你读伊就有感觉。但是这就是小说甲这个舞台剧甲戏剧的差别，就是咧遮大家咱看知影意思啊，伊就是反复引用嘛，一直讲伊的心内底感受嘛。即马我讲我安怎来改编改编这个戏就是讲，第一是讲我拄则讲一句话是这个，你甲这个原作原来作品你要有这个距离，有距离才有角度。所以我内底拄则大家看这个广告片内底有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迄就是伊的干妈孙啦。干妈孙来回想来问讲，阿祖你当初是安怎谈恋爱？阿祖就提出一领衫一领这个西罗姆裤白乌狗。华裔这白乌狗，这就是日本的新娘衫，伊就开始回想起以前的故事。这有一个角度，是现代人的角度，因为咱都毋知影过去人是安怎谈恋爱的，毋捌了解即块土地的过去。所以我用一个相对的角度，就是讲，毋是当事者本人，毋是这个Sakurako本人，是伊的干妈孙来去了解即个土地的过去，了解阿祖的即个过往。伊的感情是安怎发展的？是安怎伊的即个选择我的即个祖公啦所以呢，我即马来看咱伊也新娘的即个影片。这个时间甲小可耽误着甲陈瑞老师讲一声歹势，我即段讲完就无啊。遮小暂停，我小解释就是讲，原本的小说内底即个日本人伊是摕一领即个kimono 和服啦，我的改编是改做即个西罗姆裤啦，白乌狗，因为即个一个日本人伊是有一个意思是讲白色的咱台湾来讲就是敢若死亡啦，婚礼哪会使穿这种白色的衫？但是日本穿这新娘衫穿白色是讲。你嫁甲别人兜亲像你一个再生，过去你已经死亡啊，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所以讲这场戏明明是一个婚礼，因两个人要做伙嘛，办一个真秘密的婚礼但是呢，办起来那丧礼
因为过两工，即个新郎就要去战争啊，吼，就要去南洋哦，代替日本人吼去拍美国人啊，吼，所以是即场戏内底吼，我用即个方式，甲即个婚礼吼当做是丧礼吼，就是讲我拄仔讲，咱小说内底迄个画面无法度做出来嘛，什物金黄的流苏那做不出来嘛，吼，啊，过再是即个 Sakura 女主角心内底感受无法度做出来嘛。所以讲，我用舞台画面甲角色的即个行动，咧舞台上、舞台顶来呈现，吼，咱来小看一下。今夜私が2人の結婚の証人になろう。この白むくは純潔とそして新しい人生を表している。過去の桜子は枝を離れた花のように我小跳一下吼。もういなくなった。良好嘅年纪，问当个好对，荣华和富贵。新娘生水真好命，两家拢是好命声。好，大家看到遮吼，就是讲，咱一般吼，即个婚礼吼，咧举行的时阵，吼，即个媒人婆咧讲话时拢是喙笑目笑嘛。但是咱拄则看到即个，咱戏剧内底吼，戏剧内底咱即场戏咧做的时阵，即媒人婆是甘要目屎咧目屎甘要目眶安尼吼，哦，非常的悲伤来讲即段话吼。所以讲，我感觉即场面是非常冲突的，明明是婚礼，但是敢若丧礼。吼，这是我伫做改变时阵，我伫舞台顶吼所做的方式是安尼，吼，吼，所以我今日差不多分享到遮吼。歹势，陈明老师吼，你等遮久，吼，歹势，我讲甲哩哩啦啦，大家多多包涵啦，吼。好，哇，真多谢迄个黄导演吼，演讲足精彩。其实我感觉你毋免歹势，我感觉是主办单位较歹势，因为互你时间无够。应该爱吼，我感觉时间讲2点钟，可能嘛无够你讲啦，是阮较歹势。若现场吼，台湾其实台湾的朋友足侪啦，所以吼，若想要去看黄导演的戏吼，大家爱去甲支持。煞来咱着第2段的节目嘛足精彩吼，要来欣赏文学陈雷公吼 Podcast 的团队制作的广播剧，伊即段叫做消失去的希拉雅时代吼。我来准备欣赏的档案，敢会当请阿关吼简单甲咱介绍一下。就是陈雷老师即个乡土宝气的小说，就是咧讲咱台湾人的故事嘛。阮选的即段就是佫有国际的部分，佫有讲咱希拉雅的才要消失的部分安尼。佫有心声的部分，嘛有心酸的部分，所以就请大家欣赏。大家欣赏吼，即个文学单位讲阿关即个团队真正做了真好吼。迄个陈雷老师的作品嘛真好。这其实即本册吼内底剧情足精彩，这敢若是中远小小的一段尔吼。若有机会未看过的人吼，拜托一定爱去读即本册吼。即个咱第3段吼，因为时间无济，赶紧来讲咱的迄个第3段，就是咱的作者本人吼，陈雷老师甲黄导演来对谈的时间。咱上尾吼，可能留20分，互现场的观众来交流。安尼就请黄导演甲陈雷老师。歹势，我先讲吼，实在若要讲1点钟，佮讲袂了吼。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啦吼。关即个 podcast 吼，伊的主题就是伫现实伫描写吼，即个
咱爸母做西拉雅人的时代结束迄个景，吼，即个规则就是咧描写迄个景，吼。啊，你若有即个概念，就会当了解讲伊是咧讲啥物话啊？咱会当看出因吼，因遮几个啊，毋是专家的人吼，实在足用心吼，前途无限呐，吼。啊，我毋知影导演有啥物吼补充，还是吼鼓励的所在吼，这是一点啊。我先一点讲一点就好啦，因为还佫6点吼。我先讲一点请黄导演来添加一寡伊的意见吼。我拄则我有提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即个小说甲戏剧中间吼，一个真大的对我来讲啊，真大阻碍就是讲，即个戏剧吼，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吼。黄导演吼，拄则有讲到，即伊一要点是，就是讲吼，即个我感觉讲伊用即个36度即个舞台的转换吼，会当拍开即个空间甲时间的限制，会拍开足开，即个是真好诶。我感觉是突破性的技术的改变吼。另外一点吼，我感觉的即个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吼，当然写小说的人可能这方面真少，比戏剧讲起来真少。但是吼，你若是一个导演吼，你的时间甲空间的选择吼，真大哦，真大。有当时啊，甲小说差不多，因为伊会当为规篇小说内面吼，选啥物时间，选啥物角度吼，选啥物重点。用啥物款的艺术方式，就讲演员的身躯的动作、对话、音乐、音响来表达即个伊要表达的物件。所以即点可能即个戏剧导演袂输小说的作者好，我先讲一点到遮就。拄则听到即个乡村宝记内底即段吼，我感觉非常的趣味吼。因为呢，自我开始算讲研究台湾的即个历史吼，甲即个土地故事，我发现讲咱过去吼，真侪人吼，包括我过去家己嘛，用即个中原的角度来看台湾，用即个中原的史观、历史的史观来看台湾。所以后来我按讲，就是咱佫会使用别个方式来看台湾不只是用即个翰林内底即个河洛人亲像即个乡村宝记内底是用即个平埔族内底即个西拉雅的即个角度来看台湾，我感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吼。因为我过去嘛有一个作品吼。拄则有讲到，就是即个郑芝龙的传奇吼，《海贼之王》吼，内底就是用即个大航海时代海上的即个史观来看台湾，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真多元的即个族群伫咧即个土地有日本人、葡萄牙西班牙人荷兰人翁模番嘛即侪人再来遮来去所以讲我看到即个。陈瑞老师即个小说内底用一个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待，我感觉非常趣味。而且即种讲故事的方式其实是即摆潮流我毋知影，因为大家即摆足侪人咧国外，毋知影敢有注意到台湾最近有一出戏公视出戏即斯卡罗迄就是用斯卡罗是一个算讲是卑南族甲排湾族两个族，就是有混血啦，就是伊是卑南族走位排湾族家，被排湾化一个民族这斯卡罗故事内底是用这斯卡罗甲这个客人甲这个河洛人，嘛有这个清国的人
吼，啊有美国人，吼，用一个事件罗美号的事件，吼，甲遮个即个无共款的族群因的冲突，吼，甲斗做伙，啊，互用即个冲突来互咱了解即台湾的历史啊，吼，所以我感觉就是，其实单位老师你所写即个乡史簿记，我毋知是啥物时阵写的，但是即种讲故事的方式，即种角度，其实是即马台湾这戏剧界咧讲故事的一个，应该是上时行一个角度。哦，这是我家己的即个看法啦，嘿。搁再来吼，就是讲吼，做即个改编吼。其实我的文师吼，我的老师李国修老师吼，李国修老师伊就甲我讲，要做一出戏进前吼，爱问家己两个问题吼。第一就是讲，即出戏甲我有啥物关系？吼。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即出戏甲咱即马即个时代有啥物关系？吼，所以讲。其实咱要做一出戏的改编吼，就是要找着讲，为什么咱即马要讲即个100年前的故事、200年前的故事、300年前的故事？哦，只要咱找着即个连结吼，咱现代观众咧看时，其实嘛有足强的感受。亲像我拄则我嘛有讲我家己一个以下心的故事吼，迄就讲台湾人吼代替日本人去拍美国人，迄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即个。真复杂的这种心情嘛，啊，虽然讲的是70年前的故事，但是即马台湾人嘛是共款嘛，敢若徛伫咧即个时代的十字路口吼，迄心情是真丢丢的嘛，吼。讲即马这中美贸易战，一边是中国，一边是美国，你要我倒一边，吼，这是咱即马的这个心情。所以讲，咱若是即个即个，咱即个问题是讲，敢有法度将即个乡史簿记吼来改编做这戏剧哦，我会想讲吼，咱若是会使找到一个角度，就是讲咱现代人吼，即马即个时代的人，甲过去即个故事有啥物款即个连结？哦，那找到即条线，我感觉会非常就较有即个把握来做即出戏。哦，我感觉现代人看这戏，我会从遐看即出戏，因为。即个土地有足侪过去即个族群，咱其实拢无机会来了解，哦，包括咱即个原住民有即个较关山的所在嘛有平埔族，即马平埔族大部分拢汉化，哦，伊拢无家己话，所以讲我听到即届即个陈老师你的团队吼非常用心嘛，内底我听即个歌应该是西拉雅，应该是因的话吼来。毋知是古调还是即马人做的啦，但是我虽然讲毋知影，但是我拄仔听到心内底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咱经由这广播剧的方式，吼，甲因的歌来保留落来。管有迄个歌，你要小说明一下。我拄仔嘛想要。这歌是真正是西拉雅，这是新的创作，这是一个我伫网络找到是，伊可能是伊做的歌，啊，佮伊做的迄个乐器。竹仔做的乐器，统统拢是西拉雅的。啊，伊人住伫加拿大，是一个高中生，啊是大学生，嘿，我无清楚。啊，毋过伊就是我感觉哦，这好运的，好佳哉有伊的歌，安尼真正来。而且伊这歌，因为我问伊讲，敢有西拉雅的字典，我要知影歌的意思，较免我用毋着。结果伊这无用的，伊佫翻译互我看。因为伊讲目前无网络环境的西拉雅的字典，啊，所以迄个歌的意思，其实就是咧讲上尾迄条歌就是咧讲，因较早是拍锣仔的民族嘛，啊，伫遐暗时的时阵咧等待天光，啊，迄个蜡人拍蜡的人咧准备迄个心情安尼，嘿，啊，我感觉拄好，甲咱这戏剧。内底咧讲敢若咱的西拉雅的时代要消失去，啊，毋过其实这歌是因要准备要起歌。管一个团队足认真啦，吼，啊，足心情更足侪吼，啊，我想可能是业务的人有即个好点，就是伊拢特别设计啦，吼，啊，
佫倒转来咱即个小说甲戏剧即个，我来请教即个导演吼，比如讲啦，为小说为即个小说文学本身来看吼是普通，但是改做戏剧还是电影了吼，变做不得了真好诶电影，大家足爱看啊。比如讲啦吼，《Godfather》哦，即出电影哦，伊诶小说本身我读起来是普通啦，但是吼即出电影变做讲永远存在吼我已经看10几遍拢足爱看吼。请教黄导演吼，为什么伊会当成功？还是讲即个差别是伫倒？吼，即个导演为什么比小说变做较技术上来讲，变做较成功的作品出来？其实拄则陈老师吼，咧讲的是成功的例啦。其实嘛有足侪失败的例啦，嘛失败的例啦，吼我个人是认为讲吼，咱若是做改编的时阵吼，咱一般人拢会来比较，但是咱咧做改编的人吼，莫去比较，吼，即人咧看即个金庸的小说是讲人即个《神雕侠侣》安怎做咱差不多20几年前吼。咱台湾有一出《神雕侠侣》的内底，小龙女是穿乌衫，我毋知大家有印象无？敢若吴倩莲做，迄是穿乌衫，因为咱印象当中，即个小龙女应该是穿白衫的嘛，就飘逸的嘛。佮佫会穿乌衫，就人批评讲你这是非洲来的小龙女，你哪皮肤拍甲遮乌，佮穿乌衫乌嘛嘛，吼。甲我即个家己想象当中的即个小龙女，敢若差别真大啦，吼。但是我认为讲，咱今日若是要做改编吼，就免惊人去比较。你若要看即个原本的作品，你就去看小说，你就去看即个电视剧，咱若是做即个改编的时阵吼，即个改编的即个艺术的形式吼，就是讲，不管你是电视还是讲即个电影，还是讲舞台剧。每一种无共款的艺术的即个形式，都是有伊家己的独立的伊的性命、伊的生命。所以讲，咱讲即个电影的失败，其实也是成功，无一定甲你原本的小说关系哦。是讲你原本在讲故事的人，你讲较好也无好。因为我头拄讲过，就是讲，咱即个小说哦，咧讲故事的时候是用文字嘛。你以及我心情的，你即个你的书写，你是用即个。用这个文字来比喻，互观众来理解、了解你心内底的这个世界。但是咱来做，不管是电影，还是讲舞台剧，还是讲电视，你是用画面来讲故事。所以讲是这个导演，你用这个摄影机来创造这个观众的这个焦点啊、焦点啊，唔知是安怎讲啊？这个焦点唔知是安怎讲啊？焦点就是讲，你要观众看倒位，注意到倒位，看伊的表情。也是讲伊的背景，比如讲每一种导演有家己无共款的风格，我讲一个，比如讲咱讲迄个枪战黑社会咧开枪，你若是吴宇森伊咧开枪开枪的时阵会放粉鸟四月飞安尼，伊开枪的时阵，迄人是用飞嘛，因为拄则迄陈老师讲着迄个Godfather嘛，迄是讲黑社会嘛，我讲一个大家较过去应该真红的即个电影咧，英雄本色，周润发演的嘛。你看吴宇森伊电影内底伊开枪的时阵，有当阵迄人开枪的角度是无合理的，敢有人会用飞开枪时阵佮放粉鸟，迄无可能嘛。但是你看另外一个导演，即杜琪峰嘛是香港最出名一个导演。吴宇森开枪，伊枪战枪战的时阵，伊是讲我安怎射别人，我枪安怎开。迄曲势才会水，才会水开。但是杜琪峰伊电影内底伊毋是讲我要安怎甲别人拍着死，我大心是保护我家己。迄心情无共款因为杜琪峰伊的枪战的时阵伊较活咱现代，较活即种真实的世界。咱一个即个真实世界内底，我开枪毋是讲我要甲你射
要断，就是讲我心莫互你写着，我这要互你倒，再要甲你输赢。所以讲，我讲这是两个导演无共款的风格，一个是较表现的，一个是较我真实的世界。所以讲，拄则就是这个问题，讲为什么有一寡作品的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无一定甲原本的这个作品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讲迄个导演伊对舞台剧，还是讲伊对电影这个艺术形式，伊的掌握是悬还是低？咱咧比较这个小说甲戏剧的导演吼，我是感觉小说的作者吼，伊这本书写了，就这个解说权就结束了吼。但是吼戏剧吼，这个导演这出戏翕了吼，我相信伊最后的解说权利吼是伫观众，毋是伫导演。这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真大的差别啦。就是拄则黄导演有讲到讲戏剧迄个四个元素吼，最后有观众，爱有观众。迄个意思可能就是讲，最后解说权吼是伫观众，毋是伫导演。另外一点，佫倒转来，我来请教这个黄导演吼，小说改做戏剧吼，我今仔了解，就是讲导演有足大的这个选择的权利啦，但是我倒转来问吼，请问你若甲小说某一篇小说改做戏剧的时阵吼，有啥物所在你袂去当着？这个小说规本小说内底有啥物重要的点，还是线，还是面？你做导演的人吼，差不多袂使去甲当着，有这个所在无？这我嘛使讲一个例吼，就是讲，一般来讲吼，改编的这个作者吼，甲原作的作者之间吼，有当阵会相拍，有当阵是讲你会使改，但是莫改伤济。但是我运气较好，我足好运的。我自这个我第一届改编是为一个华文的作者骆以军吼，伊有一出戏叫做《小儿子》吼，台语应该讲细汉囝细汉后生小儿子吼。这是我头一届来改编的，是一篇散文来改编做戏剧吼。嘛有改编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嘛，咱迄个距离，这是公司一个非常有名的连续剧吼。到嘛有未婚男女吼，嘛是一个电影来改编的吼。因为这拄好就是我拄着的遮的这个原作作者吼，因拢是放出人的啦，就是讲，就是亲像陈瑞老师讲的吼，伊的小说写完了后吼，伊的解释权，伊认为已经结束啊。你要改编就在你做，但是有一寡人是管足济哦，有一寡人想，这袂使改，迄袂使改，但是讲这个啥物款程度算济还是少？这就是艺术嘛，无一定无就限制讲你超过35%以上来改变，迄就是济；35%以内就是少。这无法度讲出一个足明确的比例啦。但是我现在讲一个就是讲，我当初是要改编骆以军的这小儿子的时阵吼，我一开始吼，我是无想要改的。大家若有机会去买这本册来看，是讲网络上去找一寡资料吼。骆以军的小儿子内底，伊是写伊甲因囝，伊10岁这个细汉囝吼，因爸仔囝之间吼，非常的日常生活的对话即寡趣味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讲，伊有事件，伊敢有事件，但是内底无冲突，所以我一开始我是想要放弃，我无想要做。虽然讲骆以军一个文学界，伊有一定的这个足悬的地位啦。我若是会使改编的作品，对我来讲，迄是足公认的代志。但是伊内底就是讲，这个因咧这个碰伊破一空，也是安怎今日袂去走雨伞，这无冲突嘛，这我无得做去。但是我后来，我咧看伊的这个
序文吼，伊的序文内底吼，我看到伊序文写的一篇一段文字，我去有感动着，所以后来我决定要做这出戏。伊的序文内底是写吼，伊是用华语写，伊讲吼，伊的囡仔吼，伫咧4个月时阵要收烂，啊收烂的时阵，大家要甲伊颔棍仔一条红线夹伫遐嘛吼，啊吊这迄个伊讲光柄吼，啊每一个亲戚朋友来遮吼，爱背一个落来啊。这个沾他嘴角乱流的口水，然后说一句祝福他的话，好像要然后把这个饼吃下，好像你要吃下你赠予他的这句祝福啊。轮到为人父的我不知该如何说，所有人都说祝你长命百岁，大富大贵，健康聪明啊。为人父的我只说了一句，给这个世界带来快乐。其实我就看到这句话，我就目屎就流落来。因为阮囝迄当阵嘛是伫要渡济嘛，伫阮兜咧收烂的时阵，阮老母讲啥？阮母讲收烂收大大，互你明年生难拍；收烂收利利，互你明年招小弟。这是咱较台湾人较传统的一种讲法。但是我看罗伟军，伊对因囝咧收烂的时阵，伊讲迄句祝福的话是讲，给这个世界带来快乐。就是讲，你无一定即个囡仔大了有啥物成就，无一定要趁大钱。但是因为你的存在，你有你会甲这个世界来改变，互大家快乐。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足感动的，所以我决定要做这出戏。这就是讲，这个拄则咧，陈老师讲，咧改编的作者甲原作的作者之间吼，伊是要哪开始，就是讲有啥物物件是袂使叮当着的。这就是我看这个原作作品内底，我看到这蛇字的时阵，我心内底有感受。我有感动，我有去家母陪，我就知影讲，这段就是我的一支锁匙。我要来拍开这个宝箱，我找到这支锁匙，我就为给这个世界带来快乐，为这句话开始。所以讲，今仔日若是讲有10个改编的这个导演编剧来，伊可能每一样锁匙无共款嘛，所以迄就是伊袂使改变的所在。但是我的锁匙可能甲陈宇老师的锁匙无共款嘛。所以讲，若是讲拄好两个人吼，就有迄默契，就有默契，就种找到同一个锁匙，就欢喜的嘛。若是无拄好，其实大部分拢是无共款的，因为每一个人伊的人生的这个过程无共款，伊对人生的感受无共款。所以讲，我若是找到迄支锁匙，迄就是我绝对袂使改变的原作的这个部分，我就会为迄支锁匙开始来拍开这个宝箱。然后呢，就是讲。我爱加入一寡我家己的观点，因为我嘛是一个作者，我嘛有家己的理念。因为我未来我爱甲我的演员来沟通嘛，所以讲一定要有我家己的这个想法入来。过来哦，原作作者是第一届这个1度创作啦，第一届创作到导演到编剧来是第2度，到这个导演是第3道啊。演员的时阵，演员来演技的时阵，我嘛袂使，因为每一个导演的惯势无共啊。有一寡导演是较权威的，是讲我安怎做你安怎演。但是对我来讲，我会讲，你要找到你家己的人生，甲这个角色，你有啥物所在是相共的？为这个共款的这个所在你有啥物经验是共款的？一定有的嘛。这共款这部分，都是你来拍开这个角色、这个宝箱的锁匙。所以咱即摆是第4道嘛，观众搁来看戏，每一个观众有家己的，伊看戏的感受无共款啊。就像有一句话讲，人看莎士比亚戏、Shakespeare 戏，讲10个观众有11个版本的《哈姆雷特》，每一个观众看的无共款嘛，所以讲咱做改编是5道的这个手续啦。这是我家己的看法，甲陈律老师甲各位朋友来分享。多谢导演吼，毋知陈律老师敢有要个补充的？所以照我了解讲起来吼，就是共一篇小说吼，无共的导演会当变做不来种的故事出来吼，会戏出来，甚至共一个导演吼，今年。编出来的剧，明年编出来的剧，共这个小说可能也无像，是毋是有这个代志啦？
是安尼呀。啊，我来加讲一句话啦吼，我有一个感想就是，感觉黄导演的成功吼，我来甲你分析一下吼。好啊，啊，讲了毋对，你才甲无老师指教一下吼。我想吼，第一，伊足敢乱想啦，吼，即个想象啊甲幻想吼，伊足敢，毋惊吼，甲别人无共伊也毋惊，啊无啥可能的伊也毋惊吼，飞天转地啦吼，伊即个想象会真好答吼。啊，第二吼，伊一个较宝贵的点就是讲，伊真想要入捌台湾，哦，台湾人、台湾的历史，哦，这是一点，哦。伊还佫有啥呢？来，我来看卖咧哦。哦，啊，甲桃园啦，哦，桃园，哦，伊会当按流行歌得到灵感，按来编做一个剧，哦，比如讲明天天上无月亮遐，会啥物吼？按邓丽君的歌按来甲揽起来做一个真水开的剧，吼，所以伊真多元，吼，啊，小说当然啦，吼，啊，伊的剧吼，舞台剧、电影，吼，广播剧什么甚至种种啦，吼，即几个元素，这是真难得啊！一个导演拢会当兼有即几个元素，吼，是真难得。啊，佮遮少年，老师遮客气啊，老师客气。安尼，陈伟老师，你敢佫有要补充呢？因为我看时间今仔日有较长吼，啊有超过咱现场吼差不多90几个来宾啦，啊足侪人一定拢就想要甲恁交流问问题，嘿啊。另外我阁有看到公司台语台台长吼卢东熙，伊嘛有伫现场，嘿，毋知伊敢有要来甲大家讲几句话，嘿啊，所以即摆吼，我看咱。其实台湾足换，咱尽量吼，每一个人发言吼，莫讲伤长啦。啊，若是真正伤超过，可能尽量2分钟以内。啊，若伤超过，可能我甲迄个主持人秀婉姊也会择时间吼，会甲恁提醒。啊，若有问题就请大家即摆举手，啊有迄个电子手的功能吼，啊是讲你若毋知影要安怎用，你会当伫边仔留话，嘿，啊我即马迄个方慧老师已经举手啊，嘿，请方慧老师先讲好啊。歹势吼，我的镜头可能无讲解迄个吼，有小可歹去嘿。要甲黄导演吼讲一个吼，应该你还佫会记资料是明教授吼，嘿，就是咱李国修老师的好朋友，可惜真早过身吼，几啊年前过身去。嘿，伊嘛应该捌去故事工厂吼，甲李国修老师等大家做伙吼。我是想要即个建议黄导演啦吼，当然台语台公司台语台台长若准讲有相关的构想嘛真好吼，但是我是讲，既然今日邀请黄导演来，我想要建议黄导演会当来对单位老师的作品开始吼。会当甲这台语的短篇小说，甚至中篇、长篇的小说吼，看会当吼设法来变做是你会当去处理的戏剧无，不管是啥物形态。因为其实你拄则所介绍的真侪戏剧应该是讲野艺界啦吼，普遍就是拢写华文剧本，这咱大家拢知啦吼。当然透过导演的用心，会当甲本来华文的物件用台语的部分来演出的，当然嘛是有啦。但是就是其实足欠，就是摕原接的台语文创作的剧本去改编这个物件，其实还佫空间足大，就是还佫无啥人做安尼吼。因为伫足侪当前捌有即个
一个公司，本来是讲要甲单位老师的即个剩无多吼，本来是讲要改变做伫电视台会当播的即个戏出啦吼，有进行改编的过程程序，毋过落尾毋知是资金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反正就是无成功，真可惜。本来是要甲单位老师的剩无多这篇小说来编戏剧吼。我想讲真欢喜讲黄德燕对台语嘛遮尔有感情甲认同甲有咧处理吼，所以是毋是讲希望有即个开始则请黄德燕来费心看卖努力。小红辉老师，毋知黄德燕吼有要回应无？嘿，先嘿，第一个问题，即几年开始就是讲真正咧学写台文啦吼。虽然讲即摆足含慢的啦，但是讲我伫咧最近几出戏吼内底，我拢若是用台语来发音的即个台词，我用台文写。就发现一个问题哦，比如讲我去民phòng排歌戏的时阵，台顶老先角哦，一世人做歌会讲，导演你写这我看无啦。我想讲，恁若讲台语，哪会看无？其实真侪人看无即个台文的，所以讲就是讲我为我家己开始啦，为我家己做一个中心点，我慢慢去影响我身躯边的人吼，对即个台语的即个台文的重视甲了解啦，但是嘛是讲，我嘛是甲家己讲吼，莫互别人伤大压力啦。就是讲，你哪会看不了台湾，你去学吼，因为台湾，像我拄则咧看迄陈老师迄用罗马尼的时阵，罗马尼其实我看小较食力，但是看久慢慢就袂惊啦。一开始会惊，就是讲你看慢慢咧了解，较熟了后吼，较袂讲看到敢若看英语共款，因为我英语就无好啊，所以讲。对遮洪伟老师讲有，若就即个机会吼，因为即届是我非常珍惜有即个机会来即个认捌即个单位老师的这遮精彩的小说啦。所以讲，等下即个演讲结束了后，我第一件代志吼，我就去找一本册来看，先来看吼。我讲敢有法度找着迄支锁匙，搁再来是找资源啦。因为坦白讲，即马吼要做台语的戏吼，而且是阮即个做现今的舞台剧吼。都要拍字幕，无你观众就看个台语听无，我会揪嘛。是你讲演员歹找啦，因为演员你遐找着，尤其咱少年辈爱讲台语讲了好，讲啊无迄种无腔，听个莫讲足怪，就是讲听甲袂敢若碍摇，迄就足恶找啊啦。但是都就是讲身边爱有一寡资源啦，还是讲即个。台长嘛伫个嘛，嘛是有啥物资源会使提供嘛，希望讲台长互我一寡参考即个方向啦。就是讲我为创作面吼，我家己来甲认真，我先来看小说，看小说我找到迄支锁匙，搁再来是讲剧团要做戏吼，像听讲我即马足认真有即个热情要做戏，但是观众看这台语我听无爱看，搁再来是讲每一个团。有每一个团的特色吼，比如讲今日若是吴念真吼，吴念真吴摄影团咯，伊做人间条件，伊就是伊的特色就是伊讲台语嘛，讲伊个年代的故事嘛。但是阮这团呢，我有当初做现代，做这个科幻的，我嘛有做迄再见歌厅秀，我是嘛有做迄密室游戏的啦，我题材是足济啦，所以讲阮的观众无一定。对台语非常有兴趣，但是我嘛是做，我了钱嘛做，我做伊也是了钱啊。但是我甲阮头家讲，你爱互我讲即个故事啊，即个台湾的故事啊，咱台湾人毋知影咱即个土地过去的历史吼，我无法度对对家己的人生交代，因为阮阿公嘛是去做台湾日本兵的啦，所以就是这是真好一个建议，真好一个机会吼洪伟老师意见我收着吼，放伫心肝头吼。多谢黄德燕吼我头拄边仔看到下面有留的，有迄个单位老师的作品的读册会，你若想要参加吼，足欢迎。老师有长篇、中篇、短篇吼，作品足侪，所以有足侪机会，嘿，一定足侪锁匙的啦，毋是干那即本咯，每一篇可能拢有你的锁匙，嘿。我看梁光兄吼有举手，嘿，敢是请梁光兄开麦克，嘿。迄个香水补期的锁匙啦，
我含安尼读着我感动诶，就是按即个世事要开始迄阵啊，迄段吼，你无听讲，小可翻译一个建本迄段吼，啊，就是讲有一个老阿婆啊安尼吼，啊，伊伫山顶吼，啊，在日头咧混迄个，安尼足深山安尼，啊，伫遐咧捡一寡迄个红啊，有无吼？捡一寡乌龙药，啊，捡来拢是安尼断骹断手诶，啊，毋断遐，啊，拢捡来拢甲保护好势。甲好好啊，安尼才摆伫迄个拄仔内面吼，所以我感觉迄个开始是，你用即个开始，我感觉是足好诶啦吼。就是讲咱台湾过去是安那会破碎吼，啊咱意爱遮个物件拢是遐安尼，毋是讲上咬诶吼，拢是安尼上安尼，虽然是安尼无啥较戆啊，还是讲四肢不全遮个人，遐物件拢是咱疼惜诶吼。所以我是感觉即种诶文学吼，迄段互我诚感动啦吼。啊，另外我是感觉讲，要来改编即个单雷诶文学吼，我是感觉讲用短篇诶故事来开始上好。啊，而且单雷诶文学内面有一个会使讲含所有诶海外诶文学家拢共款。因诶主题拢是故乡诶一个主题，但是故乡咱到尾啊，故乡是想讲是一个咱大诶庄脚诶所在，还是啥物款诶所在？但是咱若是注意去甲读单位迄个先生吼，伊诶作品吼，到尾啊，故乡是变做是一种诶概念啦，吼，有可能是囡仔时代一个记忆啊。有可能是乌名单袂当倒去，伊咧想象的遐一寡台湾的情景，啊嘛有可能是乌名单解除了后，伊转去到台湾，看着台湾故乡的人，含伊想象的较会差遐尔啊济，啊，所以用即种主题，用故乡的主题来写来做戏吼，我相信是有种正大的冲突吼，对比遮个所在啦吼。啊，另外佫讲着你讲资源的问题，嘿，我相信海外遮个人，若想讲对有好的 project 吼，我相信咱台湾乡亲遮，嘿，嘛有诚侪有心的人吼，会当来到参与安尼啦，嘿。遮梁光兄啊，毋知现场黄导演有要想要回答无？因为时间差不多吼，我想可能佫开放差不多2-3个问题，嘿。阿关，你先讲嘛 ，OK， 嘿。我多谢导演较拄仔讲的迄个譬如，就是讲找着锁匙拍开的即个部分，我感觉这真重要，嘿，嘛是互我诚侪启发，真多谢。啊，佮第二个我想要讲的就是，单瑞老师的作品，我感觉最有特色的就是，伊写的你袂感觉伫舞台顶演袂出来。其实像阮较拄仔迄个广播剧。完全拢无阮家己去创造的部分，因为单瑞老师伊最敖的，就是伊会当用咱看会着、咱闻会着、咱听会着的物件来讲迄个故事的心情。所以你敢若看迄个文字，你就会当闻着味、看着影、看着景、听着声，啊，佮你的身躯甲你的心肝拢会有感觉。我感觉这可能就是甲华语的作品较无共的所在。当然，我嘛毋是专家啦，我家己安尼感觉，这是真特别的所在。所以其实我嘛真好奇讲，假使单瑞老师的作品若改编做舞台剧，毋知变怎样？因为其实我最爱看舞台剧，虽然大部分的人介意看电影，啊，我是最介意关伫迄个暗暗的所在去看导演伊会当变出啥物梦。嘿，所以这是我较早听了的一寡感想，多谢。谢阿关吼，我头早听到阿关讲这个单瑞老师吼，迄个作品拢是演得出来，啊，即马吼，我就想着内底有一段吼，《相思宝记》内底就讲有迄个，敢是春啊，吼，会飞的迄个母仔囝啦，春啊，甲迄个月光，啊，即马舞台的迄个。舞台剧的技术应该足先进，嘛人若
伫舞台顶飞，应该嘛是演得出来。啊，我会记有两个角色嘛，就是天顶啥物有一个风啊，甲伊架起来。我相信迄段嘛会足趣味。啊，现场毋知敢有人要发言的无？还是单位老师，还是导演要补充，还是卢台长？是看秀万举手。秀万只有举手哟，请讲。我有举手啊，但是我本来搁囥咧，我想要问迄个黄导演吼，我有听伊讲，即马台湾吼，即个剧场吼，有若不止遐济啦吼。啊，我毋知影讲伫台湾做即种剧场，就是讲伊的市场是安那？你若做一出戏，恁一般敢拢会当 balance， 还是讲会当？我想大趁钱可能无啦，但是至少就是讲卖了钱啊是安那啊？有遮济剧场，因是拢要哪生存？现主持即马台湾吼，大部分的剧团吼，你一出戏吼，若是现场观众无7成至8成以上，你绝对了。哦，甲电影无共款哦。哦，咱定定听朋友讲啊，我今仔日看电影，我去看晚场，我包场2个人吼，规个厅内底敢若坐2、3个人吼。电影院还佫袂倒吼，啊是坐4成5成吼。电影院咱去看电影，直接就是讲，就安尼讲除非讲足热门的电影啦，无一定响都满场的。但是咱剧场无共款吼，舞台剧吼，你若是无7成至8成以上，你就了。一般开始就是讲，像阮即马故事工厂吼，就是算讲有一定规模即种团队吼，差不多是一出戏吼，是台北吼，差不多是2礼拜。头一个礼拜吼，差不多4场嘛，吼拜5啊拜6下晡暗时个礼拜吼，下晡吼4场，吼啊过来是中南部吼，差不多是6都加起来差不多是10场。吼，那做了好，你有第2届加演的机会。你加演的时阵，你才有法度开始趁钱。所以第1轮是绝对无可能趁钱，上加直接是拍平啦。哦，所以戏歹做就是安尼啦。啊，但是咱的利润真薄，我讲咱票房吼，若是7成至8成是拍平嘛，啊是趁这1成2成啦。哦，但是呢，电影吼，虽然讲你会使伫咧足短的时间吼，你票房会使摕到1亿2亿，但是呢，迄敢若算股票共款吼，迄了就了足大诶。所以咱做戏诶吼，就是讲我无法度一个足短的时间吼，啊制作即个真大即个声量，互大家来看戏吼。但是咱会使细水长流。我讲一个，咱台湾的即个表演艺术吼。一年的即个产值吼，3集差不多是10亿左右哦。这是两厅院票房系统，也会使网络上拢找会到的。哦，10亿啊，内底呢50%是舞蹈甲音乐的。哦，戏剧50%，差不多是6亿左右。啊，台湾电影哦，国片哦，国片哦，国外咱卖算吼，国片差不多一年的3集是7亿外。所以讲，其实咱表演艺术界甲电影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只是讲咱较罕的有机会讲有一出戏，无可能讲是一个3礼拜、4礼拜就破亿的，无可能。但是我一出戏好好做吼，比如讲我3个诸葛亮，我有3个诸葛亮吼，这出戏吼，我即马做到即马差不多6年哦，我演差不多160场，哦啊，即马是。这是康轩的课本吼，这是应该是台湾的教育的历史上吼第1届是舞台剧的剧本，互选入去变做国中的3年的国文课的课本。哦，这是足无简单的啦，毋知你才看有这是嘛？哦，这真正是剧本，哦内底剧本，哦变做即马国文课的课文啦，哦。所以讲，这个戏剧、舞台剧的影响力吼，其实是细水长流啦，所以讲，无可能讲这短时间就破亿的票房，但是咱慢慢做，豆做，哦，啊，你做愈久的，愈侪人来看，
哦，其实阮家己团咧做戏哦，其实阮的戏会使赢过台湾的国片哦，哦，国语咱家己台湾国产电影90%的票房，你看到破亿的票房吼，有电影有足济，但是90%以上的拢是100万、200万、300万就无啊哦，吼，所以讲咱做舞台剧是较稳啦，趁无遐济，但是慢慢趁，稳稳趁，就是安尼啦。阮的即个市场是即马状况是安尼啦。多谢导演吼，台湾即摆甲1点外，嘿，品质咱会当先结束，嘿。对啊，想袂到大家吼，真正足好咯，到遮换搁遮侪人留伫遮要来听，嘿，啊，即马时间差不多吼，正式的活动先到遮啊，非常感谢黄导演单位老师啊，阿关甲文学单位讲的团队吼，嘛多谢各位来宾来参加今仔日的欣赏会。